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民数记11章18节到23节，31节到32节，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的主题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什么人真伟大啦吼？有一首真有名的诗歌，伊的名叫做《How Great Thou Art》。当然，迄个对象是咧讲上帝，但是真侪时阵人拢咧想讲我足伟大啦，我上大啦吼，我上好啦吼。伫出埃及记的记载的中间，咱嘛看到即个上帝爱以色列人学习伊的诫命，也用所有的欠缺来考验因是毋是愿意来顺服上帝的诫命，也是亲像耶稣基督伫咧面对迄个试探，忍受着40年日的妖恶，然后面对撒旦的试探共款。无论是用撒旦做大，或者是讲亲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时常因为这个家己的肉体需求来埋怨上帝，掠家己做大。这拢是无将上帝摆伫第一位。耶稣基督咧面对这个试探的时阵，伊就用上帝的话来回应撒旦。这是非常明白咱咧讲的尊主做大。耶稣基督会尊主做大，真有可能啦吼，是受到伊的老母玛利亚的影响。因为照圣经的记载，玛利亚总是尊主做大。什么人会领受上帝的恩典？基本上就是遐个家己认为家己是软弱欠缺，需要帮助的人，才会去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。迄自高的人，基本上是袂会领受上帝恩典的。阁有遐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总是埋怨的人，嘛会领受袂到上帝恩典啦吼。头前呢，是因为家己自高骄傲；后面呢，是用自我做中心。如果人愿意谦卑，伊就会愿意互家己分别做成来归伫上帝，来祈求上帝，来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。出来记的以色列人，拄着无物件通好食的时阵，因竟然咧讲，圣经的记载，以色列人甲因讲，阮宁可伫埃及地死伫上主的手头。迄时，阮有规鼎的肉，有饼通食甲饱。恁甲阮带来到伫这个旷野，是要互阮所有的会众拢枵死是无？这是记载伫出埃及记16章第3节的经文。这种是完全用自我做中心，好若上帝完全袂当安尼来亏待因啦吼。那更较明白来讲，好若亲像讲，因是上帝的上帝啦。今仔日的经文民数记11章18节到23节，安尼来讲，恁嘛着甲人民讲。恁着家己分别做成，准备明仔载食肉，因为上主有听到恁祈求，讲，互阮有肉通食，阮伫埃及真好，所以上主要互恁有肉通食。
恁毋是简单食一日、2日、5日、10日、20日，伊要互恁食几个月，食到肉对恁的鼻孔喷出来，食到胃，因为恁气血带伫恁中间的上主，甲伊口内讲，阮若着出埃及。摩西讲，这个甲我做伙的人民，简单行路的查甫人就有60万。你讲我要互因规个月拢有肉通食，减有够野的牛群、羊群、通台来互因食，甲大海所有的鱼拢领来，减有够因食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你是看上主的气力无够是无？但你要看到我的话实现。”以色列人重要吗？当然真重要啦！以色列人伟大吗？当然毋是啦。咱看着经文的记载，因含家己的日常的食物都无法度解决，因需要来靠赖上帝，埋怨摩西甲上帝。上帝无纪念因的伟业，佮赏赐互因有麻辣，毋但安尼，佮赏赐因有烟吞肉通好食。请咱注意看经文的记载啊！吼，上主去一阵风，海尼甲对海尼甲这个烟吞吹来伫营地的周围，4颗连长有一日的路程旱阔，离地面大概1公尺悬，人民规日甲第2日规日，拢起来掠烟吞，掠上少的嘛有10堆，拢摆伫营地的四围。台语的翻译讲，每一个人捡1公尺悬的烟吞肉，上少的嘛有10堆啦。现代中文的翻译搁较趣味吼，伊讲每一个人捡的拢1000公斤啦，搁烟滚啦，公里长啦。只有上帝会通赏赐恩典互需要的人，就亲像诗篇23篇所讲的福杯满出来。人伟大吗？咱知影诗篇甲咱讲人算什么？但是真侪基督徒连耶稣基督的学生因拢袂记得，因只有想要来三井做老大的啦吼。因毋是咧讨论要安怎来跟对耶稣基督，却是咧争论讲什么人上伟大啦。圣经记载讲，迄时门徒来问耶稣伫天国什么人上大啦吼。耶稣当然对伫即种的情形非常无满意，所以耶稣就安尼甲因讲。耶稣叫一个囡仔来，互伊徛伫因的中间讲：“我实在甲恁讲，恁若无改变，变做亲像囡仔，决断袂当入去天国。所以，恁家已经谦卑，亲像迄个囡仔。人若家己安尼谦卑吼，来亲像囡仔的时阵，即个人伫天国就是上大的。无有甚物款的人为着我的名接纳即款的囡仔的，就是接纳我啦吼。争论什么人是上伟大的，绝对毋是真理的教导，因为上帝爱咱谦卑，爱咱来顺服
爱咱来跟对伊。上帝无爱咱亲像法利赛人共款的骄傲、拒绝救恩，无领受伊的恩典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，我实在是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若念若想你的诫命，不时伫我的身躯边，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。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，因为我若念若想你的教示。我比老人较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歹路，互我通遵行你的话。我无偏离你的规例，因为你有教示我。你的话伫我的喙内比蜜搁较甜。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，所以我怨恨一切邪恶的路。求主帮助阮来学习谦卑，愿意将主权交予上帝，领受上帝的救恩甲呼召，用性命来跟对主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